太虚，辛苦了，你哥。没有啥，太虚，好玩。四川音乐学院学古典舞的，才科中高级，和中高级差不多。中高级是在四川传媒学院学舞蹈，他现在每天忙得不得了，每天排舞、编舞，搞得累得很，都没时间。我说他这边玩吧，他没有时间玩。
时间1.6期间过来跳舞啊，所以说看马后面没来，应该是回老家了吧？他是阿邦是马来西亚的，他和那个钟小姐和那个他妹妹，亲妹妹，他们是卓玛族嘛，他们自己拍了很多视频，发布了，他发布的作品都全部被抢光了。他们用 U 盘拷的，一个 U 盘8个 G。反正不是我找的药，说他们有的找的卖光了，那几批全部卖光了。然后电脑里面给我拷的，现在好像还没发给我，应该在忙吧。可以关注开徐的抖音，直接搜开心的开，徐子的徐。他的舞蹈是专业的那个，就是什么舞都会跳。现在觉得用那个麦克风收音的效果好很多。以前我走这边的话，印象的应该是音量很小，就是立体感那些完全出不来。这个现在就是效果完全是不能比。
台。
哦，就说后面那个跳的那么标准。杂戏不要乱跑嘛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。我朋友他跳了1个月，减了7斤多，他没有1个月，应该只有20多天吧。真的，1个月减肥减7、8斤了。如果我跳的话，有可能还减得更多一点，因为我体重是170。但是保持了好多年，12才过170。
以摸，但是不要抱它，不要抱它就可以，可以摸它，不要拥抱，抱了它不是可以摸。距离太近了，然后听得到脚步声。不要破窗是吧？又带了个徒弟，这边是他的朋友，学跳舞的。
小辉来了，好久没看到他了。在青岛打算第一天拍就看，完了。
以跑，基本上跑半场。球的比较开的话就是中场，中间的话应该一半的面积都占完。上半面全部刷了，收。又要跳起来了。
说对我们男的那种跳舞就减肥了，女的那个活动量不大，不是很热，所以说我回他1个月不到吧，减了7斤，减肥7斤。另外一个告诉他之前跳的话，1个月减了7、8斤。这最好的就是灯子、跑气还有扎西、球击，就4个，还加5斤，没来的感觉哦，今天。你不来了？想跳就跳，就不能连贯的跳，看心情。
久违了，这会儿这个月亮有点怪了，只不过一点点。这个也在故乡，说看不到在故乡。直播存起，断线那种，还是个吧，还是还是甩腿的动作。
了吧？是这种。这边选品转一圈。女的不会跳呀跳，只有男的这样跳。享受这样跳。喊的已经出了，继续出。哥哥，这个也播吗？这下面监视了。哦，上面那个系统出问题了。哦，现在发信息都发不了，这里面还没正常。这样很清楚，是吧？人也很清楚。对。直播的是不是本来是这个吗？这个直播，手机直播。哦，这个配视频。这个是我直接回去剪了，直接传到网上的。这个直接它有，这个直播它有回看嘛？我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看。过来。来不了。它要分人，个人的话，反正这个直播比那个抖音那些好。对，可以在那个播，真的。这很多都知道。韩国应该排第二吧，第一是台湾，第二是韩国，第三是日本，第四美国，还有新加坡。重不重呀？你们？8、9斤吧，7、8斤左右吧，都习惯了。也习惯，不习惯多了。这个相当于健身嘛。还可以，不是很重。这里拿着，这里背着还拿不住。这个背包空了啊！我以前把它放到背包里面，它可以坐在里面。这是拍摄吗？哎，对，拍了之后回去剪了，这个是直接感觉很舒服的。对，直播。全都是英文歌，这里面。对，这边这是实时的，上面那个有那个有问题了，软件出问题了，但直播是正常的，他们可以聊天的，随便聊天交流的都可以。然后我这边可以看到，他只要有人聊天的话，会传这个信息。这边发信息都发不出去了。还有发信息的语言刷新省饭。
不会跳，我知道。你要拿这个。上面是有那种一直你这个样子一直举好累哦，有重吗？不重啊，健身嘛，其实已经习惯了嘛。8级都说不中。7、8级。他那个让你一直举。就习惯了，就现在我朋友他说打那个健身嘛。No。他有点高冷。说他有点高冷。他谁的？他说话他会。好想其实。他想就去跳。张鑫别把他打到了。怎么没有平常呢？平常看不到吗？这可以一般也有软件也可以调。但是我们那边这样软件弄的话有麻烦不麻烦吧？这个看嘛，这个软件，这个直播软件，它要收费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给钱，它一年是140多美元。哦，140多，差不多900多，将近1000块钱左右。1000多是吧？但是我觉得没必要，只要能够直播就可以。要开啊，我在别人帮我开。你们手机直接图源就可以直播了，就抖音上面就可以了。但是那个氛围的话，云留言那些你国内和国外但素质高很多，基本上国外看不到骂人的脏话。国内的可能很多喷子的时候，但是一般也看嘛，没事。而且直播也没看了一些，结束就结束了，也没有回放。这种我特别喜欢，男的跳的要更多大幅。看我现在走马今天看心情跳，小周嘛，他那个想跳就跳，小朋友嘛几岁，喜欢鬼头，但是抱到身上了他不好。休息了。前面。红果的动作可以跟上来的那个，是一般动作比较大的话，他还是不会，因为他们穿的裙子也不能太大。前面，半转，1、2、3，两次，1、2、3，这边打，1、2。抓回去，刘健在后面。前面，后面，慢点，不要转弯。大家走，1、2、这就快了。这种动作只有再来一点。
吧，就是公路可能少，然后绿的那边应该就挺好了。大家走，转回来，右脚在后面走。这手，扎西，下来停了，扎西下转一下。在后面。好打！学一样这小一来路并中中，三小龙体在南北西来都跟着送，你西来都着送，你西来都着送。回来，谢谢你啊！好，回来，确实哈。来，谢谢。你看了。温柔一点，不要。对吧？
Everybody. So, 40, I don't多少啊？这个人。你几个？我累啊，我买2个人，你跟我走。鸟说算什么？啊，这王金才是开的骑马舞，对不对？你们近距离看，哦，结束了，再看一下。结束了。看完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哎呀，老不得了。来了，今天晚上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就完了啊！明天晚上请大家准时收看啊！央视8台还是9台还是10台还是10台？好了，请收央视的王晶直播间啊，王晶频道啊，对，他的他脾气好啊，要不然这么大的感染力啊！那全是10万，前面10万了已经10万了，肯定10万。他们都早就10万。今天终于认识好个钱，拿去嘛。谢谢。我个人就在前面。那就好，那就我啊，看到没有？只要一结束，人就来了。
这就是哈，你开的呀？每天都要去食堂。天天来，你高不高兴？车点很早的，今儿一结束全部跑了，就看月亮好亮嘛，月亮好亮哦。小老板，去，牵手呀！这有个水嘛？快点！这个真的，咱们快点去。别上网了。哎，什么呀？那个穿的那个在那边。全部都跑了，这一上场都跑了，欺负的一个，或者收线那个在，百货在收线，还有线吗？看拉姆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这不是光在是不是？哇，好多北米，一天都比好多面大太阳，哎呀，今天太阳很大。哦，上车了，没事儿。我这儿有水，我这儿有水。我带2瓶，还有1瓶。天冷的时候带2瓶就喝不完，天热也带2瓶就喝不完。早起跳到的，我们运动，你们在运动到的。我还有一个满瓶。我快把它收了，把那个相机收了再说。取几？我收多少钱？收了吗？